好，今日又有嚟睇啦，呢間單位位於油麻地嘅。一入屋呢，我哋先睇個廚房先。廚房的式得嚟呢，其實都幾實用噶，雪櫃擺咗喺度，仲有個洗手盤，爐頭擺側邊。咁最正呢，就係個景觀啦，哇，遠景海景啊！咁我哋睇翻個廳先，長方形廳好大啊。其實呢度呢，可以間多間房噶，咁其實兩房原則啊。咁睇下浴室，洗衣機擺喺呢度。浴室好乾淨企理啊，黑白階磚攞支拉啊！咁你睇下間房，雙人床做咗好多入牆櫃嘅。呢一邊哇，大衣櫃做到頂啊，仲做埋床頭櫃仔啊，非常之實用啊！咁我哋睇多次嘅景觀啦，哇，海景喎，真係直望到尾呢，其實係大嶼山嚟噶。正啊！好啊，介紹翻啦，呢個盤叫怡發大廈，樓齡呢就47年，1979年入伙嘅，最高樓層21樓，合共有36個單位。交通方面呢，轉個彎呢就到油麻地地站，1分鐘都唔使啊。後邊就係彌敦道，可以搭巴士穿梭港九新界噶。呢個盤嘅賣點呢就係高層開揚，交通便利。大廈早2年呢已經做咗大維修噶啦，咁啊 lift 都換埋，咁冇後顧之憂啊。呢度堅係上車盤啊！呢度係怡發大廈，有興趣話知啦，帶你去睇。